排在第7棒的是左外野手，编号36号，桃园军团多功能守备型人，白泽于和龙。安排在第8棒的是击发鼓手，编号28号，攻守两端全面强化，封锁对手防守的本垒指挥官张炳旭。第9棒呢是游击手，编号94号，9自强9自狂，攻守全能的游击手马杰根。7号投手编号25号，本季守护主场胜利，来自波多黎各的小左腕巴尔。他不是非常好，有等待对吧？把这种接着场上要去进行。